咱讲红卡就是婚照，这红卡令就是婚照令。这个文化呢是伫咧台南客家咸水新营特有的文化资产。为了要让当地学生了解到这个文化，台南市文资处带囡仔设计4个主题5个长生游戏，透过这算的过程学习到这红卡令的文化资产。 囡仔轮流抽牌，若抽到红卡知识卡伫回答，唔敢若安尼，佮兼仔用肢体动作、模拟放红卡铃的方式，这参一般拄啊算真无共。为了要传承100年的放红卡铃文化，南市文资处伫休热期间，先带3间学校的学生设计属于家己家乡文化游戏。新歌原本是平面的图样，文资处煞甲变成实体，摕来互因体验。才玩的是翻牌游戏跟计分的，我们学到那个人家在放歌铃的那种方式。如果你翻到一些不好的牌，你可能就要去答题。答题的话，有些是你不知道的。孩子他们在设计的过程当中，其实他们就是本身就是要先了解，所以它其实就是我们的文化种子。每当3月到5月，新营咸水甲客家等地区拢会办放红卡铃活动，因会互红卡对对方的砖头陪转来到家己的砖头，看陪几只派活动来算分数，把正做世人休困联络感情的活动。伫2014年，互登录做市定民俗。随着时代演变，做伎娘有800款，在地力量指出，愿意参加的少年人哪来哪少，因面对着传承的危机。歌龄文化，我看的年龄平均已经到65岁。如果再过10年，变成是75岁的时候，后面来接手的人，年轻人是越来越少。如果单纯的只是介绍歌龄是什么，灵歌是什么，其实我觉得对小孩来说学习起来有点无聊。桌游就是一个竞赛型的游戏嘛，所以它很适合这样子的歌龄赛制融合到游戏中。汀州国小的校长讲，按算要规划系统式的课程，结合技术，带学生彩绘0这项特殊的乐器，因希望让更加侪人明白这项传统文化。记者的新闻台南采访报道。